美国职棒大联盟纽约洋基老将贾德纳今天挥出生涯第100轰，这发逆转满贯炮助球队以5-3击败波士顿红袜。红袜名将佩卓亚因左膝不适提前退场，对红袜来说犹如雪上加霜。35岁的佩卓亚 Dustin Pedroia 近年饱受膝伤困扰，上季接受手术治疗，几乎整季报销。在红袜球团保护下，春训期间左膝发炎的他开季待在伤兵名单，上周才归队，此役担任先发二垒手，只打一打席就退场，对努力付出的他绝非好消息。红袜昨晚以0-8惨败洋基，今天面对洋基左投哈普 J.A. Happ 重炮手马蒂内兹 J.D. Martinez 一局上就轰出阳春炮，本季第4轰出卢瓦兹盖斯 Christian Vazquez 2局上补上2分炮，助红袜将领先扩大到3分。洋基4局下发动反攻，单场3安的佛瑞泽 Clint Frazier 在得点圈有人情况下适时挥出2垒安打，助洋基扳回一城。但在红袜先发投手伊佛迪 Nathan Eovaldi 压制下，洋基前6局仅敲出3支安打，攻势并不连贯。战况在7局下风云变色，红袜中继投手沃克曼 Brandon Workman 制造满垒失分危机，换投布雷瑟 Ryan Brazier 反而火上加油，效力洋基12季的贾德纳 Brett Gardner 此时登场，扮演制胜英雄。贾德纳在2好球情况下，将布雷瑟时速96.7英里约155.6公里的直球轰出右外野全垒打墙，这发满贯炮不仅逆转战局，更是35岁的贾德纳大联盟生涯第100发全垒打，别具意义。贾德纳绕垒时振臂高呼，全场洋基球迷陷入疯狂。红袜8局上企图反扑，进占满垒却未能攻下分数。洋基终结者柴普曼 Aroldis Chapman 9局上登场关门，以再见3振结束比赛。洋基5-3赢球，2连胜横扫系列赛。洋基总教练布恩 Aaron Boone 赛后表示，球队虽一路落后，所幸咬住比分，哈普前2局挨轰后调整配球，表现渐入佳境，都是洋基制胜关键，但最重要还是贾德纳石破天惊的一击。红袜上季夺冠，本季表现判若两队，近期苦吞3连败，开季战绩6胜13败，持续在美国联盟东区垫底。除了投手战力崩盘，上季美联最有价值球员 MVP 贝兹 Mookie Betts 打击陷入低潮，此役4打数无安打，打击率跌到2成，也是红袜难以摆脱低潮的重要因素。